三奇，在那儿。那边准备怎么样了？放心，都布置好了。爷爷来报仇，怎么办啊？公家让我在国子监里面一定要乖巧守序，我不能当众出手的啊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哎，这么多人打得过吗？我一个打10个，你信吗？不太信。你不信还不快走！想跑？抓住！哎，不好，桑奇要跑！你们几个去拦住桑奇，帮忙严小狼，快呀！快追！快追！大嫂，爷爷他中计了，中计了，快上！不是什么，原来你们俩是有火的。火上！不是，算我爹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我来。不是，不会，听我解释。拉住了！帮忙！快下去救他！走了先。都在胡闹什么呢？都给我回去！四爷，我爸爸！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。小心啊！桑奇，别说，你想说什么我都明白，以后再说好吧？你赶紧回去换个衣服，别着凉了。你要着凉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国子监怎么办？我们都会伤心的呀，四爷。好，你身体为重，身体为重。你们几个，哎呦，谁敢再生事，全部严惩！是。桑奇，我严爷历来恩怨分明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兄弟们，走。